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咻！太空人乐乐要飞向外太空。太空人乐乐，你敢知要安怎去太空？我知，我有火箭哦，我会当坐火箭。安尼你敢知影火箭是安怎会当飞遐尼远？无，咱做伙去国家太空中心找答案。赞，咱紧来去。到啊，就是这国家太空中心。这是啥物所在啊？太空人敢拢对遮去哩太空啊？咱去看觅。哇，是太空人，阁有火箭。太空衫足神奇的，第圆的头盔看起来足重的。伫地球上，一领太空衫的重量大约有80到100公斤，穿起来都感觉像一个大人咧行路。遮尼重哦，安尼我敢会当卖穿？袂使啦，咱人需要空气才会当喘气，但是太空中的空气真少，甚至有可能无空气。爱穿太空衫，内底空气才有够通互太空人喘气。安尼我爱袂叮当要安怎？太空中的重力真细，有当阵又要感觉袂着，所以伫太空中穿太空衫的时，会感觉真重。而且当太空人登去太空舱，也是太空站内底，就会当脱太空衫咯。哇，我浮起来啊！哈哈，安尼太空人边的火箭咧，伊看起来足细。太空人是要坐倒？我嘛想要坐火箭。乐乐即摆看到的是缩小的火箭模型，真正的火箭大真济哦。人类大约伫50年前去哩月球，就是咱常常听到的阿波罗计划。迄当时的火箭叫做龙神5号火箭，有110公尺高哦，等于是36层楼高。哇！火箭顶悬有一只太空船，较早一届干那会当载3个太空人。不过随科技进步，毋但载的人变多，火箭甲太空船制作的材料变轻，需要的燃料变少，甚至会当回收了后搁再利用。安尼啥物时阵通着我上太空咧？我嘛想要去太空旅行。2021年7月的时阵，世界上有钱的好野人 Bezos 用家己做的火箭上太空，伊搁带一个18岁的高中生，甲一个82岁的查某飞行员做伙去，所以将来乐乐嘛有机会上太空哦。足厉害！希望我嘛会当坐伊的火箭出去耍。哪有人伫火箭顶头画图？这个图拢是台湾囡仔的创作呢。较早伫火箭升空进前，国家太空中心会举办画图比赛，邀请全国的小朋友画图投稿。第1名的作品会真正被画伫火箭顶面，飞去太空哦。对啊，阿姊，火箭除了载人以外，敢阁会当载其他物件？咱敢会当甲外星人载转去厝里？虽然坐火箭去哩太空愈来愈方便，但是人类到太空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。目前大部分的火箭太空任务，拢是甲人造卫星送去哩太空。人造卫星是啥？咱甲细行星规律运转的星球叫做卫星，像月亮就是转射地球这粒行星的卫星。人造卫星就是人做出来，卖规律细行星运转的卫星。哦，卫星会规律细行星运转。乐乐，你想一下，人造卫星被送去哩太空了后，会细什么运转？1. 地球 2. 月亮 3. 日头。答案是1. 人造卫星会细地球，因为这3个内底，敢若地球是行星，日头是行星，月亮是细地球的卫星。原来是安尼，人造卫星甲月亮同款，拢会射地球。安尼人造卫星敢讲嘛甲月亮同款意义？人造卫星会为着无共功能，设计无共形状哦。你看，这有一台福尔摩沙7号的人造卫星模型，
伊的外表看起来是一个金色箱仔，佮存2块太阳能板出去，利用太阳能发电提供电力。Formosa 7号，伊是创啥的？真做卫星射地球是有大任务的哦。行，咱去看卖。哇，这敢就是地球？对外太空看地球，地球就是一粒蓝色星星。这是因为地球有71%拢是水。露露，你看，这嘛有一张相片，是人造卫星对太空翕落来的台湾。人造卫星竟然会翕相？台湾伫1999年发射第一个人造卫星，叫做福卫1号，互台湾成做第33个有人造卫星的国家。安尼人造卫星的工课，敢就是甲地球翕相？小朋友，对露露做伙约看卖。人造卫星的工课是： 1. 甲地球翕相； 2. 收集气象资料； 3. 以上拢是。答案是3，以上拢是。像福卫1号主要的工课，其实是收集海洋资料。伊做工课的5年期间，提供侪重要的气象资料，帮助咱判断海上的气象。露露，你出门的时阵，敢会看天气预报一下？会啊，安尼才知影敢要穿外套，也是炸雨伞。其实啦，咱咧看电视新闻报气象的时，都会使用卫星云图，这嘛是卫星提供的气象资料哦，会当帮助咱推测天气。哦，原来就是卫星咧斗相共。讲到上午翕相的卫星，当然是咱的福卫2号啦。伊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台，逐天拢对地球翕相的遥测卫星。安尼我嘛要摆一个姿势，互福卫2号甲我翕相。嘿，哈，耶！福卫2号已经伫2016年退休啊，伊的工课已经交予更较厉害的福卫5号啊。这个卫星相片，敢是全世界拢看会到？是啊，伫国家太空中心内底，有影像处理中心会甲人造卫星翕到的相片处理了后，才阁释出，最后就是咱即马看到的卫星相片咯。不过，卫星翕完相片以后，咱要安怎收到相片甲资料？敢是对外太空行过来？露露足巧，咱去看卖卫星是安怎甲地球联络的。行咯！哇，这就是卫星操作中心。迄是啥？紧看，卫星时刻表上顶悬的人造卫星出现黄色条纹记号，这就代表这粒名号做编号704的卫星，也就是福星星系的第4号卫星。即马当要进入台湾天线接收站的范围。目前头前大荧幕当咧移动的点，就代表一粒人造卫星。画面内底的虚线是因拍算要行的路线。露露，你看，就是这粒人造卫星当咧飞过台湾空中。人造卫星敢是会对台湾顶悬咻一个飞过去？无毋对哦，这寡射地球的人造卫星，逐天拢有机会经过台湾。当因进入天线接收站的通信范围，太空中心的操控人员就会当甲人造卫星对话。你看，迄个咧使用电脑的卫星操控人员，当咧确认人造卫星的健康状况。卫星操控人员会利用天线接收站甲人造卫星连线。你看遐，连线时，信号的波纹会变做满回形。天线接收站，伫国家太空中心顶楼，就有一个天线接收站。伊看起来敢若一粒白白的球。人造卫星飞过台湾的时阵，天线接收站会甲人造卫星连线，甲人造卫星翕到的相片，甲收集到的资料下载落来。卫星操控人员则佮甲资料传予负责分析的其他单位。原来是安尼，想要甲人造卫星拍招呼，我爱趁人造卫星飞过天线接收站的时阵。嗨，人造卫星，你今仔日过得好无？不过我发现人造卫星飞过去速度足紧的，敢会真危险？阿姊，人造卫星敢会无说你落落来？露露免烦恼，人造卫星虽然射地球，但是太空离地表真远，佮加上人造卫星转的速度嘛真紧，袂凊彩落落来。人造卫星敢
敢离咱地球真远？人造卫星是坐火箭飞去太空。小朋友，甲乐乐做伙约看卖，离海平面偌远，才算进入太空内底？100公分，2 100公尺，3 100公里。答案是3。太空离海平面有100公里远。我的身悬120公分，比100公分悬。我徛咧的时阵，阁会当数着空气，所以100公分也袂到太空。无毋对，100公尺差不多是30层楼。台北101大楼有101层楼悬，也是无到太空。也若100公里是为高雄开车到垦丁的距离。若是咱对海平面出发，爱飞遐远才会到太空哦。你看，毋是几好消息啦，代表人造卫星已经离开天线接收站的通信范围，继续踅地球执行任务咯。真正酷 ！Hello， 我是乐乐，我即马是实习太空人，我想要去看太空有啥物物件，阁想要甲外星人做好朋友。准备好来一座太空旅行吗？我准备好啊！哇，这是太空走廊。你是啥人？我是中华卫星1号。中华卫星1号，你好啊！你哪会伫遮？我是福卫1号的上生啊兄弟。我甲退休的福卫1号生甲一模一样，但是阮的命运是非常无共。我的兄弟对火箭去哩太空，我是点点的踮咧遮。乐乐，你敢还阁会记得阮人造卫星有啥物任务？甲地球翕相，阁有收集气象资料。无毋对，随科技发达，人造卫星嘛有无共的工课任务。除了你拄则讲的功能以外，有的阁会负责军事任务。阁有，讲电话时阵会使用通信卫星，开车的时阵嘛会用卫星 GPS 定位系统来导航，甲你讲爱行倒一个方向。哦，我想起来啊，有时阵开车出去佚佗，导航若歹去，就会听到伊讲失去卫星信号，这就代表车顶的 GPS 甲人造卫星失去联络咯。无毋对，阁有一寡卫星的工课是到外太空探险，负责观察外太空。无得靠倒一天，真正会当翕到外星人哦。哇，经过长长的太空旅行，等来到地球的感觉真好。乐乐，你敢还阁会记得地球到太空有偌远？我知，是对高雄开车到垦丁的距离有100公里远，比101大楼悬真济。我搁知太空内底无空气，所以人类袂当凊彩到太空，一定爱穿太空衫才会当穿开，而且爱坐火箭才会当去。人造卫星嘛会坐火箭到太空中执行任务，有一寡会替地球翕相，有的会甲车讲话，替车导航。咱看天气预报的时，嘛会当看到卫星云图，安尼就会当知影未来的天气敢有好。台湾刷落来，按算发射蓝风架卫星，伊是由国家太空中心家己设计甲制造的卫星。利用蓝风架卫星，会当进行风台强度甲路线的预测，以后的风台预报就会搁较准哦。人造卫星真正足厚，太空内底阁有真侪趣味的物件，我要阁继续真捌用。小朋友，以后敢会嘛想要去太空旅行？若想要去太空，你会想要去倒位？会记得写批寄到乐乐批箱甲我讲哦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行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更较侪资讯，嘛莫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哈！